第一次都已經覺得有效果咯，伸展嘅位置可以大咗啲。原來而家有啲咁先進嘅嘢去幫我哋。大家好，我係李小姐。我50肩痛咗2年，曾經有一次行街就成個跌倒就趴低，咁跟住隻手就捶胸圍扣都捶唔到，主要都係手臂咯，都痛咗都有2-3年。睇過嗰啲鐵打啊，試過睇個醫生打個針啊，但係都唔得，喺入邊度痛出嚟咁樣咯，鼻啊冤冤痛痛咁樣咯。第一次都已經覺得有效果咯，伸展嘅位置可以大咗啲，即係好新奇，從來未接觸過。我話原來而家有啲咁先進嘅嘢去幫我哋。試咗一次之後覺得滿意，以前就着唔到衫咯，着唔到褸咯，而家着到咯。如果十分滿意，我哋8分。N 機能再生幫到我， N 機能再生幫到我。